加沙走廊伫顶礼拜六礼拜因为今年寒冷，头一场大水雨，有真侪大野区拢淹水，民众是乌水沟乌窟讲要互雨水流出去，也毋过所有物件嘛是拢浸伫水里，日子是真歹过。布棚浸伫咧水内底，雨水流入来时阵拢全土沙，外口还有一寡粪扫。即阵雨是自顶礼拜54开始落，无家区几个家庭经过即阵雨，布棚破，床珠、衫裤拢浸水。احنا ما بشغل هو ميه تلزيق انا يعني بجبص في حاله بجبص عشان ما اتجهش ليا مسؤول اقول له هات لي وهو بيجيبليش。有人因为布棚破去漏水，早起被轰炸过，随时可能倒来建筑物内面灭火。落雨了，规路拢全落个煤也全粪扫。因为战争，巴勒斯坦百姓的生活已经真艰苦啊，搁拄到冬天的强降雨，正需要新的布棚、衫裤、食的加水。 حتى لواحي ولادي ما عندهمش لواحي مصاري معيش مصاري كمان بنت بتطلب شكل مني يا الله مش قادرة أوفر لها الشكل 加沙中部的周围打电，真侪布棚和大风吹倒，民众用手将布棚紧贴的补破坑，想要保护厝内人未受到风寒。伫汉阳尼斯的姆西瓦布棚营地，有人想要乌沟排水，不过也是无法度消透。 因为布棚的布后个久，雨水一直渗入来。联合国表示，这个营区今年办庇护42万5000位无家可归的人，不过援助也是无够。根据气象预报，这边雨落过了后，加沙走廊续落来一礼拜落雨的机会少，拢是好天。不过大家生活依然真艰苦，拢祈祷会当平安度过今年寒冷的冬天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。